員進場。喺1號線度有111號梁思麗來自中國香港。Number 111，梁思麗 from Hong Kong, China。2號線度有109號選手黃正純10蚊來自中國香港。Number 109，黃正純 from Hong Kong, China。3號線度有107號選手高子琪來自中國香港。Number 107，高子琪 Ellie from Hong Kong, China。4號線度有105號選手朱嘉熙來自澳門。Number 105，朱嘉熙 from Macau。5號線度有103號選手姚廷津來自中華台北。Number 103，姚廷津 from Chinese Taipei。明天加油！咁呢一輪有我哋新一位上場嘅我哋香港嘅選手梁思麗啦，阿 Sarah，咁咧佢撥咗自己嘅花名叫師奶喎，但係我睇佢似喎，佢好青春喎。好搞笑啊！其實咧頭先咧讀緊英文名嘅時候咧，我自己咧都係啦笑一下。係叫 Sarah，想叫師奶啊。冇錯，係啊，不過咧都好有趣嚇。其實我哋琴晚咧講起呢度都有少少分享啦，因為我哋3個喺度準備呢一個比賽嘅時候咧，都的確咧花咗啲功夫去認識我哋賽員嘅名字嘅，的確係啦。咁咧所以都多謝大家。頭先咧咁都好好啦，咁我哋都安排到咧可以入去我同我哋嘅賽員咧去 clarify 下佢嘅讀音，咁所以咧大家多多包涵啊，多多支持。咁講翻 Sarah 啦，佢俾我哋嘅呢個賽員嘅介紹咧，佢就目標好 specific 嘅喎，佢就話係希望打敗 Heidi 嘅喎。咦，咁針對性啊，竟然係！我相信佢哋因為太 friend 啦，所以咧互相按對方係目標，因為競爭對手咁樣一個咁健康嘅競爭咧，先會大家可以精益求精。其實的確係嘅，頭先咧我去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咧，大家都好開心喺度交流緊，都好喺度幫手一啲，即係可能其實咧都可以首先分享啦。咁咧其實新加坡嘅朋友咧比較少咧，原來寫自己嗰個中文字嘅名㗎。咁我哋頭先係幫其中一位賽員去 clarify 佢中文名嘅寫法嘅時候咧，其實大家都一齊會幫手喺度講下個字點寫，係啦。咁頭先就係一個好有趣嘅交流嚟嘅。其實大家後邊咧都非常之融合㗎，所以咧希望咁多位賽員啦，今日都有好好嘅表現。相信大家都係咁熱愛抱石呢個運動，都係內心好熱情嘅一個運動員，所以大家都好易可以玩得好埋好 friend 嘅。正所謂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啊嘛。哇！你真係啊，仲攞出嚟講呢啲。Come on，加油啊，各位選手！好，nice，加油！來賽，哎，加油加油！幹吧幹吧！好，因為都多咗啲朋友嚟咗我哋嘅九龍公園嘅現場啦，咁都好歡迎你哋嚟支持我哋呢一個香港嘅亞洲杯啦，抱石運動嘅亞洲杯 IFSC Asian Cup Hong Kong 2025。係啦，咁我哋而家進行緊嘅係女子組嘅初賽。係啦，咁呢個亞洲杯咧陣容相當鼎盛啦，有好多個國家嚟有參賽㗎，包括咧日本啦、新加坡啦、中華台北啦、澳門、印度、馬來西亞都唔少得咧我哋香港嘅賽員啦。咁所以咧大家路過行過咧就唔好錯過，幫手睇多兩眼啦。係啦，總共7個國家嘅選手雲集喺度一較高下。咁如果現場嘅朋友，你有啲朋友佢嚟唔到嘅，而你又覺得好精彩，唔想去錯過喎，咁記住咧，叫佢睇我哋嘅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都有我哋嘅 live streaming， 係啦，有現場嘅一啲旁述啦，專業嘅旁述，咁就可以上我哋 HKCMCU 嘅 IG 嗰度睇翻我哋直播嘅連結。係啦。咁現場朋友啦，因為今日咧天氣同上個禮拜完全相反，非常之清涼啊！大家咧記得注意保暖。另外，如果你帶咗一啲凳啊、袋啊嚟嘅話咧，記得保管好自己嘅財物，係啦，因為始終咧呢一度咧都係一個公共嘅空間，同埋咧都請你哋咧保持呢個地方清潔，係啦。咁我哋咧大家就睇得開心、玩得放心啦。
好，大家可以俾掌聲我哋阿苗城嘅選手。